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教宗良14世，掌过70岁生日，圣伯多禄广场来坐信徒，甲教宗来祝福。咱驻教廷的大使馆嘛来转达着总统赖清德的贺函，讲台湾坚决来支持教廷所推动的和平对话。囡仔举写阿拉伯数字70的家规下，含祝教宗良14世生日的布条，同齐唱歌会戏祝寿。Sembra che sappiate, oggi compio 70 anni. 14号是礼拜一，良14世照惯例伫咧中道会教宗寓所向信徒发表主日三正经。Rendo grazie al Signore, ai miei genitori e ringrazio quanti hanno avuto il ricordo nella preghiera. 良14世当选教宗前，捌长期住伫咧秘鲁团口。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伫咧家庭日庆祝活动内底，邀请民众同齐为良14世庆祝生日。Hoy es su cumpleaños y quisiera que la familia peruana hoy podamos ponernos de pie y nuevamente cantarle al Papa。美国驻梵蒂冈大使贝奇13号嘛伫咧正式交国属的飞机，送一粒来自美国芝加哥，也就是良14世故乡的鸡卵糕。因为2005年是天主教双归禧年，教廷伫咧圣彼得罗广场举办大型免费音乐会和游灵仪式，包括普加里和翡翠威廉斯等等歌手同台献唱。转播平台讲，这是圣彼得罗广场头一摆举办音乐会，上超过20万人到场参加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